屬龍嘅朋友辛苦晒，經過咗前2年嘅波動，2026年你終於可以鬆一口氣。今年你嘅運勢穩步上揚，火生土旺，代表你嘅才華會被看見，事業上有進步空間。雖然冇大起大落嘅驚喜，但勝在穩。不過火氣旺會令你變得固執，甚至有啲自負。想知點樣轉運？我哋即刻睇睇每個月嘅細節。正月步步為營，雖然有新念頭，但係環境未配合，建議唔好急住做大投資，先觀察市場。呢個月適合做計劃。2月亥月注意健康，情緒容易焦慮，可能會有失眠或者皮膚過敏，注意遠離是非圈，唔好管人閒事。3月力量回歸，信心大增，工作效率提升，有機會主導一個新項目。呢個係你展現個人魅力嘅月份。4月財喜臨門，偏財運唔錯，可能有退稅、獎金或者小額中獎。5月火旺之月，防躁進，太歲月火氣太盛，容易同長輩或上司產生意見分歧，化解學會收斂，少講嘢，多做事，避免正面衝突。6月社交頻繁，聚會增多，會遇到久未見面嘅老友，注意應酬開支會增加，要控制預算。7月三合貴人月，運勢強勁，有屬鼠或屬猴嘅人幫你解決難題。職場上有利晉升或跳槽，記得把握機會。8月六合月大吉，辰酉六合，感情運極佳，單身者有望脫單，有對象者感情更進一步。化解之前嘅人際誤會，可以喺呢個月主動修補。9月相沖之月，大動盪，辰戌相沖，最易發生變動，可能係搬屋、裝修或工作環境改變。注意出入，注意安全，防手腳碰撞流血。10月財運回穩，工作收入穩定，適合規劃跨年度嘅財務目標。11月三合財富月，財源廣進，甚至會有嚟自遠方嘅好消息或者合作機會。12月結算收穫，建議係一個平穩嘅結尾，適合整理1年嘅得失，準備好迎接明年。建議佩戴雞、迎飾物、6合貴人。龍鳳呈祥能幫你化解9月相沖帶嚟嘅晦氣，增強貴人運。2026火旺，龍為土，使用金色、白色顏色屬金，能有效排解過往嘅火氣，讓你嘅思緒更清晰。屬龍人今年適合喺客廳放一個黃水晶球，幫助穩定磁場，催旺財富。屬龍嘅朋友，2026係你厚積薄發嘅1年，唔使急，只要穩住步伐，年尾一定有驚喜。下一集我哋會講生肖屬蛇嘅朋友，2026年屬蛇嘅朋友竟然有天德吉星護航。想知點樣利用吉星發財？記得點讚及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按埋隔籬個鐘仔。我哋下集見。